近年来，有多家人权机构报告和证人透露，中国对东突厥散维吾尔和其他穆斯林进行强迫劳动。最近，分享在中国社交媒体的视频和图片揭露了被迫奴隶的维吾尔人的现状。中国工业的各个领域都存在强迫劳动。在一段视频显示，中年维吾尔妇女在卡什一家核桃加工厂工作；另一段视频中，维吾尔妇女在一家工厂缝制衣服。还有图片显示，维吾尔人在玩具工厂工作。去年年初，有报告指出，从中国出口的一些产品与东突厥散的强迫劳动有关。去年，美国海关保护局封查了一批来自中国的发制品。该机构称，这些产品来自东突厥散的集中营，由真人发制作。在德国首都柏林，一群示威者抗议中国对东突厥散维吾尔人的政策。托登霍夫党在中国驻柏林大使馆前组织的一次游行示威中，抗议者戴着代表维吾尔人的面具。抗议者们戴着手铐，要求抵制将在北京举行的2020年冬奥会。托登霍夫党主席尤尔根·托登霍夫表示，对维吾尔人的处境不能保持沉默。他说，我们不知道中国将对维吾尔人采取什么行动。数百个新营地正在建立，世界保持沉默。德国政府对此表示担忧，但没有采取行动。我们必须记住，我们正在与中国做生意。大众汽车在东突厥散设有工厂，每2辆大众汽车中有1辆出售给中国，在这里经济利益受到影响。本周六，13架解放军军机进入台湾西南空域，规模创下今年之最。台湾空军1月23日发布消息指，解放军1架运8反潜机、8架轰 6K、4架歼16战机在当天进入台湾西南防空识别区，创下今年纪录。台空军则派遣空中巡逻兵力应对，广播驱离、防空飞弹追踪监控。台空军司令部发布消息证实，23日稍早再有共机进入我西南空域，且数量高达13架。我方则以标准程序的派遣空中巡逻兵力应对，广播驱离、防空飞弹追歼等应对。俄罗斯数万民众响应反对派号召，在全国多个城市上街示威，声援被扣押的反对派领袖纳瓦尔尼。周六，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及多个城市，数万民众响应反对派领袖纳瓦尔尼的呼吁上街示威，要求当局释放纳瓦尔尼。当局出动大批警力，大举拘捕示威者。在莫斯科及圣彼得堡，分别有2万示威者参加抗议活动。周六的示威活动并扩展到俄罗斯10多座城市。在莫斯科，示威者与警方多次发生冲突，警方挥舞警棍殴打示威民众，而示威者向警方投掷雪球。据非政府组织称，约有2400多人被逮捕。纳瓦尔尼的妻子尤利亚在 Instagram 发帖称，他也被警方逮捕拘留。他周六参加了莫斯科的示威活动。据与 Politico 交谈的3名直接了解程序的人称，脸书拥有的消息应用程序 WhatsApp 可能因违反欧盟数据保护规则而被罚款5000万欧元。该数字目前正在与欧盟其他数据保护机构协商。作为爱尔兰调查结果草案的一部分，互联网信使可能会因不符合欧洲隐私制度下的透明度要求而面临3000万至5000万欧元的罚款。初步罚款将是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有史以来最大的罚款之一。该条例于2018年生效。